两个字，这叫啥？这叫巴豆。肚脐，是一种果子，啊，食起来甜甜，伊外口的皮吼是青色的。西瓜，唔是，伊较浅的青色，差不多大粒吧尔。拢共一色。差不多大粒吧。那个哈密瓜，是龟，细粒的细粒的。龟条，龟条。哦，正确，对。香龟。来，咱变数出来爱安怎？三支，水龙头。对，正确。来。啊，一讲物件三支吼，囡仔最爱耍的，迄就是一个，给龟啊！两个字，咱你写字用啥物啊？有一种物件伊是食的，伊平常时候伊是生伫个海内底，伊的食习惯你无？那就三支。黑色的，黑色的。豆丢，三粒。飞机，唔是去食的，海草味的。这有多少？头毛。头毛啥物？头毛是对的，头毛啥物？第三支，迄个米。来，咱过年时间上去拜啥物？拜神明，对，另外一种新面无毋对，又摕一个迄个无？不是，我新面咱摕跋杯啦。不是，摕一个迄个金色。无伊会互你迄落啊，环保，摕一个环保是啥物神？财神。来，个专门咧修理奥多摆啦，是讲修理汽车。来，我爸爸的爸爸，我叫伊啥物？三支。完全无讲的所在啊，会是啥物的？啥物？暗暝吗？乌龟，三粒，不是乌龟，三粒。好，你讲有一遍，今日上尾第二无时间。塔里，暗搓搓。差不多。暗暝吗？后壁搜对。搜对。好，这题正对。哇，真正无鬼拢要出来了，来，车子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分数。其实个速度吼，有影啦，有啦，若搁较紧，搁较济，搁较济分啦就是一直讲就对啦。啊，毋过真好安尼，今日分数真好。咱即马得到10分哦，袂歹哦。先甲大家讲的迄个鸡啊，吼，就咱一般麦浪鸡，啊，毋过麦浪鸡咱一般就是胖胖的鸡，叫做胖鸡，袂当讲香鸡，因为你物件若臭香气，像番薯臭香气，迄是臭气，所以咱台语爱念胖鸡。对，啊，再来第二个大家较客的就是迄个头毛菜，吼，啊，因为咱迄个就是叫做发菜，啊，所以叫做头毛菜，后壁迄字唔免变。是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后来换一队，看一下人。快点，来，恰。来，开始哦！你有2分钟的时间，请开始。好，啊，两个你，像我叫就大只，身躯是青色，啊，尾你安尼砰，就大，空调，对，来，两个你是一款水果，会使煮火锅，也是青菜，嘛是青菜。蚵啊，唔是啊，你客来，你若沙聊的时阵爱摕啥物？我懂，来，三哩，迄小叮当放喺头顶，一直说会飞迄有无？啊，你若咧耍的是，台语，不是，蜻蜓的台语要怎讲？你正啥？正餐，正餐都，不是，来，台南最好食的迄，现在，对，来，过来，两个你，你若想要结婚了，去拜啥？拜，两个你，迄长长的，会使披萨，三支，你若咧起厝的时阵，下晡咧壁顶的，迄是。不是，头水，是人，头水，这三粒，用酸梅做的，也用水果做的，啊，有新的时阵就想要食。夹层丁，系对，来，这看两个你，你也想拍树，一款
看无？动物，就大只，宝贝，系对。好，过来，这个物件三个字，伊是青色的是款菜，色相反是哪？色大，我甲你上好就到这。两个字，啊，咱目睭有两，白皮，唔是啦，目尖，唔是，有的人要甲大的，可以会使安怎？变做大片的，白皮。会打落来就变做大片的啦。目睭爱大才会安尼。你讲来无？啊，你若打一个贴纸顶伊就有啊。本来一元大落才会变两元，这多啥？安尼啊，安尼有的人去刮去找医生啊。咱时间到啊，来，这哦应该是无定来讲，所以讲唔知影这叫做丁顺。丁顺啊，双眼皮。请坐。我感觉我甲你上好就交叉，有够赞的。来，快点分数。是啊，恭喜哦，这回哈你嘛是得到10分啦。其实足趣味的吼，就是看到迄个餐 A 的部分啊，大家想足久，毋过有想到，啊，因就是细食吼，所以伫个人讲吼，餐 A 结对着穿脏水，吼，所以就讲特别落雨是餐 A 就爱四界背安尼吼。过来有一个就是迄个最后一个丁顺，迄个丁就是中福迄个中的另外一个音，啊顺就是一顺一顺，比如讲手挂一顺。吼，啊，所以丁顺就是双眼皮，吼，啊，然后有人咧问讲单眼皮要安怎讲？无电，这帮我伫遐想讲单眼皮啊是啥物，伊就是无丁顺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所以讲，咱这尽量讲自由，想要安怎讲咱就讲。尽量甲收落去对。对。啊，若像这边就足敢讲的。对啊。嘿，想到就紧来讲，想到就紧来讲。是。所以讲队长即马较无压力啦。我凉啊。你讲在边笑。我带互你形容。就算我一样嘛是输你啦。啊，所以讲伊要让你啊。哦，好，好，不要紧，来手跟两个两边哦。加油哦！我出题哦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你看嘛，我这后边是啥物咧？对啦，这个后边就是一个瞭望台。这瞭望台，你敢知影？古早的人就是咧做啥物咧？哦，以前啊，就是有一寡卫兵哦，在咧站守。哦，你看，敢有敌人咧来？好，我要来出题报告。请问瞭望台的台语安怎讲咧？请问瞭望台的台语安怎讲？瞭望台哦，好，来，咱请手打先拜。前面牛力啊，前面牛力，紧起了。唔知搭马一起嘛？系啊，你个气了。你若想讲，啊，你若甲翻，也是安怎会安怎讲？你会使试看卖。啊，若无就直翻，因为我唔知真正唔捌听过啊。是。啊，我直翻好啊。好，来。瞭望台。哦。袂歹哦。袂歹哦。确定哦。我确定啊，因为我嘛唔知答案啦。瞭望台。台是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瞭望台？啥对？就甲你讲，莫想济啦。这跟他度假去个报道是同款的意思。是，好来分数。恭喜哦，卡波啊，2得到1分。这另外讲法，好，咱来听老师解说。来，老师。好，直接翻译吼，啊，毋过伊的发音咱来叫做瞭望台，瞭望台，就是迄个明了的了吼，啊，另外迄个望就是希望的望，吼，有2个音，啊，毋过咱若准讲要看物件，毋是希望咱会念做望吼，所以你若用了用望，拢是看的意思。你阁有其他的讲法，包括即个望高台，就是台种远的所在去看就。阁有远望台，嘿，嘛是安尼看，嘿，啊，阁另外一个，一般咱迄个台是一个平台，有当时因这起做规楼的，所以你嘛会当甲摊倒遐个树，拢甲变做迄个望高楼啦、远望楼啦，阁有瞭望楼拢会使，嘿，所以你的排列组合，咱台语是足活的语言。系啊，有影。大家大家拢知啊。有啊。那就怎么想？你们怎么？3、2、1，好来，麻烦请起，来请起，来哦。哦，来我看一个哦。哦 ，CCAA， 哇 ，ABABB， 哇，真正拢无讲。
哦，那是有诗就好笑啊你哦。感觉是打鸟遐主持？打鸟敢若有听过，我听过，其他敢若无啥印象咧。嘿我，嘛是，阮是讨论出来的。哦是，啊，为什么会选打虎？刚刚有听过打吼，打虎，打好，打后是打好，大家好，分散风险嘿。好，啊那咱这边的，去啥那是录的，阮会是想讲有鹿港啊，然后啊毋过那个玉轩讲嘿，算打鸟敢是家己，哦，我听过，因为伊是老师，对哦，是，所以讲你那风险嘛伤委屈啦。万不你若打虎，你就再见啦。不要紧，咱来看一下哈。咱正确的答案是，明白明白。哇，3条命，2条命，好，麻烦恁把我试试，拢甲试掉，嘿，嘿，对对对，掉，好，安尼啦，加3条命，对2条命2条命，好，来，咱来听老师来解说哦，来，老师，好，咱的答案是打鸟，啊，这打鸟就是家己的民雄。啊，像咱走民雄出来，因为伊这是平埔族的达巴哈这个部落吼，啊，后来人家用迄个达巴的音听做打巴，毋过打巴听起来无好听，啊，佮足侪闽南人就甲写毋着字，变做打鸟。啊，日本人统治咱的时，伊就感觉讲啊，这个打鸟啊是打巴拢无好听，因就用伊日本的迄个语词来改这个名吼，像高雄是有迄个乡，伊是塔卡哦，是港口的意思。啊，这个打鸟伊是达米哦，达米哦是田尾的意思，所以因就是甲这个名改互较雅的，吼啊，所以打鸟、打狗拢是迄个日本因当时改的名。